氣，個肺弱，喉嚨又成日痕。其實有效嘅孢子配方係好厲害㗎，食得當然想有效果啦，冇效食嚟做乜啫？邊有人中意食咁多藥㗎？我30年匠心研究，教授靈芝孢子係有助提升正氣、調節免疫力嘅產品。每日2粒，有助解決免疫問題。最緊要有效，落50。好啊，我姓楊，最近個身體開始多小毛病，尤其是係個肺，行耐少少，行上斜路都容易喘氣，上氣唔似拍戲。有時同個仔玩啦，追2步就覺得唔夠氣。朋友介紹我試下教授靈芝孢子，話係大學教授研發嘅複方。除咗靈芝，仲有其他對身體好嘅成分。我食咗大概3個月，覺得一條氣管真係順咗好多，行路都有翻氣，成個人都精神咗，體力好咗，夠氣咗。所以我真係信教授，信大學，信科研，有咁好嘅產品可以幫到我。最緊要有效，落50。